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火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哪有？好有味，好有味，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股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米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白雪小姐，你的批？是诗人写的。因双脚甲我连累，颔棍看一支来倒，叫我写一张批。我的生命伫因的手印，敢若你会当救我。你千万逐项照因吩咐，绝对毋通牵制。你通去警察，我就死。哈？明明因翁的手臂摸毋着，又搁互掠去，要抢下钱。莫怪2日无转来，无看伊人影。3冬前同款一摆，加在500万钱了，人无带。这张批安怎来的？批笼无打邮票，也无地址。顾大门的保全讲，拄则一个查甫囡仔摕来的。入内等到手机啊响。电话迄头是一个少年查某的声。你敢是白雪 BB？ 我就是。是嘞，9点吼。恁翁叫我打电话给你，明仔中昼12点，美金现金20万。BB 听甲手皮皮喘，身躯起加冷笋，声声是绑票的。照批内底讲的，毋敢去报警察，赶紧市内3间银行去撞。这个白雪 BB 红楼剧场红牌大明星，人气那 Marilyn Monroe， 趁钱济济，普通时啊，花旗、玉山、莲华拢有美金的口罩。20万穿好势，过当日晚到，塞车去内江街，找到113项，路边停车。看表啊，拄好中昼12点对。照吩咐，家己一个20万的粪扫地啊，赶咧，行入去巷仔内。远远迄头巷仔尾，现一个粪扫桶。直直行，毋敢看东，毋敢看西。雄雄一台奥多麦对面撞来，做一个身躯边闪过，在伫后壁迄个骑士，使一个粪扫地啊抢过手。你一个目，奥多麦总无看见。明仔中昼12点，美金现金20万。BB 听甲手皮皮喘，身躯起加冷笋，声声
是放票的，啥啥果然无毋对，就是安尼，甲心中所料想的同款，或者啥啥。加仑笋后出现，加冷笋后出现Marimondo， 恁若讲水，其实是无水啦。其实我想，你若要描写即个明星哦，上特点就是性感嘛，性感肉感嘛，我是无感觉伊水。但是我想查甫人你若讲要互伊经门路，还是 Grace Kelly， 我想足侪查甫人要经 Marimondo， 袂经 Grace Kelly， 你知道？钱交过手，转来厝，手机啊摸伫手林等，半暝还无电话，也无因翁的影，干那烦恼，钱摕过手，人拆票，困袂去，形情迄粒堆仔拔落来，红宝石水当当，毋是单单看水，内底倒一粒spy camera，就是即个红楼 BB 有一个片，上爱翕相。不是形情挂即个堆仔 ，spy camera 偷翕相，即款咧深色刺激，有翕到奥多麦甲两个骑士，拢伫安全帽，无翕到面。放大来看，奥多麦车牌号码清清楚楚。37586。加长工原在无看到因翁转来，也无电话，安尼过1点钟，添1公斤的烦恼，又搁毋敢报警察。敲电话叫阿达拉来参详，就是丰达机车行迄个少年家。喂，阿达拉，别煞子啊！啥物贵事？你来我遮一撮，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好，我随到。即个阿达拉做人有2项死袂改的好味，上爱变奥多麦甲卡梅拉。BB 的卡梅拉就是伊装的。BB 摕相互看，你看即卡梅拉的相，这2个啥人？因甲你抢物件？迄个粪扫袋内面有20万的美金。啥？20万美金？你哪会用粪扫袋底遐济现金 ？BB 甲代志头仔尾讲互阿达拉听。原来是安尼，别煞子啊！你放心。这件代志，交互我来处理。较细致咧，毋通互对方发现。安啊，你踮厝林等，过2天我会互你消息。安尼，就拜托你啊。讲掠贼，到底送一贼？其实这内底贼，这拢是绑匪啦，就是绑票的啦，甲人绑票甲人抢劫钱。这上厉害的就是本地是受害者BB，就是这个女主角啦伊是红楼的红牌演员，赚足侪钱，所以因翁拢会互绑票甲伊抢劫，结果这边第2遍无转来。无转来，就有可能去用拆票嘛钱摕着搁拆票。我感觉趣味的，就是讲即个设计啦，当然就是看到落尾你才会知影讲结果是安怎毋过会当看到即个查某人在相拼会当讲咧抢查甫人也好，也是讲就是即种真爱之间温温婉婉的即个物件当然伊即个有国家内底算作讲是因为这是算作是对时代在演变的过程，就是伊即个故事就有去写着一寡较新科技的物件这嘛是介趣味spy camera 叫做 spy camera 有一寡描写嘛是真趣味啦真像讲无看到因翁转来无电话过1点钟添1公斤的烦恼这个描写介深刻啦调查出来，奥多麦车主饭凉凉，住伫西门町迄间德贤大楼的公寓。
阿达啊，乌多摆徛咧，去大楼铁门外口等。但即个饭凉凉是想，原来 BB 因翁郑思林自来乌狗爱交查某，一站斗着饭凉凉即个好大的，也毋是好爹地，道德方面凊彩，人叫伊放凉凉。即站斗着饭凉凉即个好大的，也毋是好爹地，道德方面凊彩，人叫伊放凉凉，应该是饭凉凉哈。好大的、拗大的、歹大的，即个大的，过来，迄个咱来叫迄个人吼，迄大的，冇讲迄大的，迄数的，哦，迄轻的，迄苦的，哦，迄足侪种讲法啦吼。啊，即个大的、好大的，就是温客，对，尤其是迄个趁食查某才会安尼讲，啊，趁食查某会讲好大的。啊，我斗着好大的。爹地是指一人的出身底下。看，太拢无看人影。当一步久，无看伊乌倒摆出来。可能晚困无遐早起来，无看换一出来才过来。拄想要走，一对查甫查某乌狗乌猫，手牵手，圆圆提提，为大门口出来，哪行哪笑。哎呦喂！乌狗就是 BB 因翁，迄个互掠去，赔美金20万，无转来迄个郑仔诗人，当是咧变啥网？想无细字就甲对。一摆啊，好佳哉有你斗相共。看你要安怎答谢我？啊，我拄则伫房间内面，毋是有好好啊，甲你答谢过啊。嘿，你真袂见笑呢！我甲你斗趁遐济钱。好啦好啦，甲你滚耍笑的啦。你讲，你要安怎答谢我？哦，安尼哦，小等一下，买一卡酸啊送你啦。车起来。哎，这差不多。西门町踅一人，窜入去万年大楼。1楼买一卡牛舌汉都肉脯，2楼买一卡拿宝手指。两个又搁咿咿诶诶，也讲也笑，亲敢若甜粿触满钱。当然咧，写着包含讲，有一个叫做两个人啊，咿咿诶诶，也讲也笑。亲敢若甜粿触满钱，这嘛是一方面感觉真斗搭，啊一方面也是感觉甲伊心息安尼啦吼。手牵手，圆圆提提，为大门口出来，哪行哪笑。手牵手，圆圆提提，吼，这若丹尼先生来做导演足水，吼。手甲手牵的，啊，迄个查某的，佮迄头哦，佮甲圆就是圆甜啦，圆就是甜的意思啦，甜大身躯，啊，甲半体安尼，甲体咧安尼吼，所以圆甜有迄个纠缠不清，还是半体都有意思吼。台湾人是惯势讲乌猫乌狗，是安怎讲呢？乌猫乌狗是日本时代科技科学开始进步，青年男女对会着时代，较时髦的、较对会着流行的，台湾人就拢甲因讲，迄是乌猫乌狗，查甫的叫做乌狗，啊查某叫做乌猫。啊有一条进行曲，就甲改编做喙念歌啊，讲乌猫伫遐坐无穿裤，乌狗招伊要散步安尼吼。啊，较早古早的时咧，一寡囡仔拢会晓安尼念吼。其实乌猫乌狗，伊只是对时代流行的青年男女，并无做歹代志，毋是太保太卖罗麻即类的吼。古早有一句俗语讲，乌猫白肚，趁钱2500，就是讲日本时代有受教育的少年人吼，会当通出来食头路，趁较济钱，薪水较悬的意思。隆重失败卡梅拉翕起来，倒来交代 BB， 看一个差一撮仔无分去。无可能，
无可能，阮也无可能安尼做，无可能，我毋信，我毋信。规巴肚大声是咬字毋信，过来是青惊意外，过来是毋愿生气。你这个地死人啊！恁爸伫遮大心白目，烦恼你生，烦恼你死。啊！你做你带查某踅街 shopping， 啊，迄钱毋是恁爸的，是谁人的？定着是你这个死人甲查某斗空实现的，无过钱摕过手，无听声，无看影。愈想愈毋愿，规身躯的臭桶车互倒，风火倒，喙齿紧加咧，较忝嘛要咬伊的骨，食伊的肉。甲阿达仔讲：这你的。10万块囥在伊手里。别说姐啊，这你替我去办一件代志。比比甲伊吩咐，安尼生，安尼生。定着是你这个死人甲查某斗空实现的，无过钱过手，无听声，无看影。我超工甲迄个看，读做看的，无看伊影。可能较台语化斗空，我应该捌听过实现同款意思斗空实现啦，拢是半生笑的欺负，还是做趣味的代志、无聊的代志有伎俩。我收到的俗谚语有讲实现搬高遮天，其实实现搬高遮天就是咧找借口，大心八百，大心八百是大事，还是悲伤，还是足烦恼、足操烦，这种做大心八百。可能毋是焦心八百，因来叫华语度过焦心，但是台语无讲咧讲焦心。腹肚。那像米啊，你安尼加滚，你甲伊掰开安尼共款，迄个感觉。所以伫遮掰是加滚的意思。较惨要咬伊的骨，咬。有人会变成讲刻骨头但是有的人会讲咬，敢若扫地就会变作一音嘛。扫地嘛会讲扫咬。有写着讲因为怀疑讲互绑票伊的迄个心情的变化伊写3阶段嘛好，就是啥物大声咬字毋信过来是青惊意外过来毋愿受气这个是写心情的啦过来就讲愈想愈毋愿，规身躯的臭桶车互倒，风火倒，喙齿紧加咧。忝要咬伊的骨，食伊的肉这也是感觉真正是陈瑞生的介绍写我想一个医生人，哪会晓写即种安尼社会写实的？当然伊就对这个电视人甲这个饭凉凉西门町洗一连，眼着即两个人开钱敢若开水的，买名牌珠宝转来甲这个比讲。比气甲头壳青烟，当然嘛头壳青烟，结果甲伊骗遮侪钱，佮买名牌，暗暝因翁电死人，本来死人就是咱写死个死人，所以等落伊号这个小帅人命有当不知影趣味，电死人暝因翁到遮代志明朗哪会是啥物绑票？即两个人斗空实现怪伊的钱，佮是逍遥。当然，你也是比你安怎？当然嘛毋愿。这个女主角伊有 spy camera 就是讲伊的身躯有 camera， 会当去人偷翕，结果伊有翕到迄个枪匪啦结果伊后来煞调查到，讲是因翁家己自导自演的，毋是真正互绑票，是家己演的要。拐因某的钱所以伊就毋甘愿。结果因翁会安尼做是伊外口有查某。各位观众朋友，即马为你插播一件上新的消息：红楼大名车白雪 BB 的红婿电视人
昨暗伫台北市中浩东路235巷一间餐厅的头前，疑似拄着强盗，遭受枪击，当场死亡。礼拜三，电视大条新闻，翁楼名星白雪 BB 因翁郑诗琳巷仔内散步，互歹人抢弹枪死，身躯现金几万箍，搁一粒落嚟放咧走。记者问 BB 电视顶顾口。阮诗人人上好，一世人对我专情，无伊我袂活，袂活。拜托有人看到现场的，千万赶紧报警察，通好破案。警察问 BB：敢知影什么人要害恁翁？我嘛毋知，3天前就捌互人放票。拿200万对方，才放人。一张是阮翁写的批，保全讲是一个查甫囡仔摕来的。这批恁翁亲笔写的？是伊的字无毋对。电话是啥人敲来的？一个查某囡仔听起来无介济岁，我的卡面仔有翕着。才会伤。你钱已经纳啊？BB 点头又搁哭。伊讲干那我会当救伊，想袂到，电到害伊一命。白雪小姐，你放心，有这个相内面有翕着乌多摆的车牌，阮会照这个线索去查，应该。真紧就会当破案，行恁翁一个公道。警察马上查到彭亮亮的名甲住址，去德贤大楼公务抄，面床骹抄到一卡粪扫袋仔，内底现金要20万，就甲亮亮压起来。亮亮便讲：这位头到尾拢是电视人一人设计，恐吓批嘛是伊家己写的。你敲电话恐吓钱？是电视人逼我敲的，讲若无，伊就要离开我。抢钱的乌多摆，嘛是你的？电视人逼我在的。你面床卡的钱安怎来的？电视人毋敢囥银行，寄伫我遮。警察嫌疑，为头到尾两人斗空的，钱摕过手了后，亮亮小贪，要霸遐的钱，杀死电视人。结果起诉彭亮亮绑架、恐吓甲谋杀罪。结局伊怎啊另外倒兵去设局，就是讲结果甲因翁杀死，然后搁伫电视顶悬演苦弹，这讲起来就是老演啦，伊咧安排嘛，咧搞演，是讲。他会遮尔凶，总管毋甘愿因翁外口有查某，搁设局要甲伊拐钱，安尼就遮凶，这嘛是大家思考啦吼。我写即个内面吼，我有一点感觉无啥确定的，就是讲吼，故事的结局是咪咪即个明星吼，知影因翁对伊不足了后吼。叫迄个少年家啊，把因翁弹死吼。我写了即个小说写了，我是感觉有妥当无？因为安怎呢？因翁虽然甲恐吓甲骗钱，但是敢应当都爱互伊失去性命。落尾我是感觉讲，可能用我的道德观来看，可能无啥妥当。我是感觉安尼，这是写了才落尾才迄个想法啦吼。轰动全国的翁楼大明星白雪 BB 的翁婿电视人被人绑票拆票命案，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宣判，被告彭亮亮强无绑票恐吓，判有期徒刑12天。谋杀罪因为无人证、物证欠直接的证据，无成立，判无罪。啥物？强无绑架、杀人灭口，遮尔恶质，安尼阁判无罪？这个法官一定是口量顶出事的啦。电视顶 BB 口讲，彭亮亮，他
害人无罪，法律无正义，阮翁是白死的啦，阮翁白死的啊！记者同情问讲：为着恁翁，你摕遮济钱出来，结果搁互拆票，人无去，你敢袂后悔？BB 面对面向卡梅拉，目屎七答，一字一字讲：为着伊，阁是干那1/1000的机会，我嘛是共款的安尼做，绝对无后悔。观众无声竖大开，心内到底充满同情的目屎。吼，这个 BB 实在有够甘心的啦！有这款专情的某，死嘛得啦！大家钦羡 BB 的勇气甲专情，拢挑伫专工去红楼看 BB 搬戏，对伊的演技学了甲得志。落尾结案，照规定，规本扫地的现金全部还 BB。结案了后，照规定啊，第伫本所底内底20万美金要安怎？全部还互本来主人 BB 嘛。所以讲到遮来，最后安尼知影这个白雪 BB 确实安排中的安排啦，演技一多赞，众人学了甲会得志。经历着迄个，若像讲翁红北去落尾去对去发现实际是安怎然后才变做个颠倒即个主角，搁去设计设计了后搁改到搬戏即个物件我想虽然讲是小说，但是原来也是现实社会检测也真侪即款的真拼生的故事会使讲这是单位生的即个对社会现实比如伊咧写可能是有牵涉演艺界，有可能牵涉着黑道老大，也是讲牵涉着地方的即种帮派，也是势力诶即款的，这是单位生的，互我感觉甲伊无简单的部分，就是讲伊虽然是踮海外哈济冬伊其实真正转来台湾，落尾咧写小说过程，转来台湾的时间其实是无济，毋过煞会当写出，那亲像伊就是伫现场，敢若就是看到迄个实景的迄款描写，实在无简单。这领底的底片会当内容这领丰富，变化这领大，这嘛单位才有才调安写即种物件，极底片。极精彩啦！单位的即个小说的风格较接近即个美国的即个短篇小说之王叫做奥恩利。美国用了不起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就是奥恩利。伊拢写足趣味的代志，简单写，三言两语就写甲足趣味，足生动会告诉我，你感觉讲，哎，我这就爆趣味的，我趣味，就会一篇一直看落，有阵看，感觉讲真幽默，有人遐哈哈大笑，感觉讲，伊的故事伊的小说真有这个娱乐性，真有娱乐性，伊也毋是讲像人安尼写甲真用力，还是讲足严重的代志，伊就是安尼，敢若写隔壁一个人安尼安尼三言两语那些，就足生动的句子，这是天生的啦。我认为这个单位是天生的小说家，这无得学的，这只有讲上帝要有奥恩利的这个才能要有单位这个才能别人不一定有嘛，就干那因遮有尔，像阮拢写足严重的，但是人伊无呢，人伊安尼用个语言真流畅安尼像简单的那些但是写出来故事都非常。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单位先生的底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啥物款的滋味呢？
节目续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单离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盘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我是惠武，这个故事咧变化是一层搁一层，颠颠踏踏，那山顶云彩的蒙雾咧起变化，遐尼快速奇幻，色彩也抓袂着，看也袂真，就讲换做后一种气氛，另外一种温度。到底是互绑票，也是家己细身呢？是互曲下要赚钱的翁仔某，也是翻头来甲困到店来解决？是甲人斗讲戏剧，也是做乌的商家，颠倒互人戏剧的？是悲伤的受害者，也是阴天网络度粗残甲咧画头的？内底角色熬搬熬做作，读者嘛对咧看甲一层搁一层，长冤细冤，心中强要定去。安怎好去嘛强要袂记入，目睭直直，毋知后壁迄句阁有啥物突破，啥物变化。咱为小说家咧比，有通为较悬的角度来看即个故事，看甲规个人死死阵，即个凶狂，即个切心。若为小说人物本人来看，遐个情绪，阁敢毋是像咱日常生活嘛？操心白目，烦恼、焦虑、生气，想要报仇。态度冷冷，表面阁爱结束若无代志的，照常欢喜。欢喜是一种稳住，毋过确实，啥物人毋是伫日常生活里咧欢喜咧？控制家己，无爱互人看现现。遐失败卡美拉甲手段，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世界，真怪异。毋过遐个状况、凶光、金心、冷血、高价身，阁拢总面色啊面色。若是问一个问题，落尾现金规本数底下全部害 BB， 啊毋知后来 BB 过了好。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